最虔诚的听众，牛杂。现在又是正觉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也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51页，解说甲正文第51页。对头仔顺倒来就是解说甲第4章，就是解说甲思心通义理技术。即嘛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即地金10两以做干，时也无行枪入做室，将欲加害事经就之。行枪混阴者3，色无所损。即嘛呢，就是咧解说这位志铁啦，在伊还未出家以前的一段的罪恶。当然，这个罪恶呢，乃是受人所使，并毋是讲伊家己本身的意思。因为我在前面讲过。就是讲，所谓叫做业，这个义业啊，拢都是有义气啊，而且呢，人家拜托的，伊呢一点仔都无考虑讲伊的效果是如何，也呢就真正慷慨啊，就来讲答应起来，也结果呢有当时呢做出好大的代志，这位志铁啦。也可以讲，就是属于这个情形。在前面就是讲，因为北方新秀大师的门徒即导六祖慧能大师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得到五祖传衣钵，天下间的人拢会知。伊呢为着要来消灭六祖慧能大师这边的势力。所以就要叫迄个刺客来刺杀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因为伊有他心通知老早呢就了解，就有所准备。这是在前面所讲。即话讲，即地金10两伊做干，伊知影这个代志伊就囥钱这个金就是金两啦，就是钱的意思。就是讲，囥10两的迄个钱在伊的座间这个座间就是讲，伊所坐的迄个椅啦、桌迄个所在该囥在伊的身躯边啦。时也无行枪入座室，讲时间呢到夜幕这个幕就是讲天已经暗啦就是讲已经暗时迄个时阵。也这个行枪呢，就入座室因为这个行枪是要来刺杀六祖慧能大师，所以到暗时这个行枪就摸起来了，就走起来走到六祖所困的迄间厢房的所在来，将欲加害。伊呢就要将祖师要甲加害伊的刀举起来。就是要将祖师给抬落啦。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事经就之。六祖慧能大师将阿妈棍伸长长，讲你要抬，互你抬意思是安尼啦。这个经就是阿妈棍的意思。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伊是有神通的人，伊一方面知影讲北方有人派刺客要来甲伊刺杀。一方面，伊也知影讲，伊甲即个刺客呢，根本都无迄个名节。那无迄个名节呢，当然袂去互抬起。所以，伊不但是讲袂惊伊呢可以讲就是安然不动。结果就是也阿妈棍伸长长就要互伊抬。下面讲行枪混阴者3，
讲即个行冲呢，就将伊迄支剑即个剑就是讲迄个剑正来叫做讲剑啦。即个将迄个剑摕来就安尼甲伊扑杀落去。但是呢，虽然是讲扑杀会落去啦，色无所损。连一点镜呢都无去损着，就是讲即个阿妈棍呢，拢无去溜皮着都无。安尼叫做讲做色无所损。下面诗曰：正剑不邪，邪剑不正，只负泥金，不负泥兵。六祖慧能大师呢就甲伊讲啦，讲即个正剑呢是不邪，也邪剑呢是不正。咱讲做即个正剑不邪，邪剑不正呢？即个正剑不邪意思，就是讲假如即个剑若是正的，那即个正的剑呢，绝对袂去做迄个邪的代志。即个剑是正的，袂去做迄个邪的代志，就是讲袂去做迄个毋对之事。若呢，譬如讲你即个剑是正的，若是一个歹人，正剑是治邪咯。所以呢，若是一个歹人当然你即个剑甲伊抬落去一定会去互你抬着，一定阿妈棍就落落去啦。毋过呢，你即个剑若是正的你当然呢，对于即个好人，那么你袂去甲抬。邪剑不正，讲你即个剑假如若是一种邪的话呢，就变成不正。不正就是讲你所做的呢，拢毋是属于正当之事。你即个邪剑不正，所以你即个邪剑要来去抬一个真正正当的人，真正正直的人，你即个剑呢是抬不落去。即两句话意思就是讲，你即个剑是邪的。但是我六祖慧能根本呢，拢无倒一搭毋对，无不正的所在，所以你即个邪剑你无法度来抬我即个正的人。伊边就讲只负泥金不负泥兵。讲来依照我所在呢，我只有欠你的钱，我呢是无欠你的命。这应该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伊有宿命通，对于过去甲什么人有啥物款的际遇呢，伊本身会知。用过伊的神通，甲伊观察伊甲即个行冲只是前生有欠的一寡钱，但是呢，伊无欠伊的命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过去呢，并无杀死即个行冲。并无夺伊的命。假如讲六祖慧能大师前生若是有杀死即个行冲，若是有欠伊的命者，当然现主是即个行冲摕一支遮尔正来的迄个刀，安尼甲扑落去，扑3遍，免讲扑3遍，可能扑1遍头壳都连落去阿妈棍都断去因为伊都无欠伊的命者，所以呢，扑伊扑袂落。怎讲做只负泥金不负泥兵。那六祖慧能大师即搭所讲的话，伊的态度、伊的心理，咱呢应该有2种的启示。第一种的启示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啦，伊认为讲伊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伊是一个正当的人，伊绝对无做毋对。那无做毋对一支邪的剑要来抬即个正当正直的人，这抬袂落去。所以伊心肝底袂惊吓，伊的内心呢是严然不动。第二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伊有宿命通，伊自己用个智慧观察，讲到底伊是毋是有欠即个刺客的命者？因为观察的结果无。那既然无呢，伊更加无法度来夺伊的命咯。
所以啊，伊伫迄所在安然而不动。对于遮所讲的即四句话呢，也可以讲是对咱另外一种的启示。这个启示就是讲，邪是不到正，只要咱是正当，咱是正直，咱呢是无毋对。也若呢，迄个歹人要甲咱害啊，在开始的时阵，在外表好惨就去害着。毋过你到究竟彻底呢，也无法度去互伊害着。换一句讲，伊害咱袂着，咱必须呢要有充分的相信。第二就是讲，假如咱在这个因果上，咱若是有欠人啊，你要走呢走袂离。那既然咱无欠人，伊要找你呢，也无法度来找你。咱呢爱深信因果，将这个深信因果的道理讲起来。假如讲咱若是无代无志，太一个人忽然间呢要治咱的命，那么咱必须爱认命。所以叫做讲认命，就是讲这是咱前生的因果啦。或者是讲咱有一寡钱去用食去，去用倒去，咱爱认命，这一定是因果。咱钱借人本来想法会当好摕一寡利息起来用无？哪里会知影即马借去呢？袂说讲沉伫海底将无去。有个人呢就为着安尼啊，哇烦恼啦，烦恼甲袂食袂困，烦恼甲呢较严重变成精神失常。听讲有即个人，有人讲钱借人甲烦恼啊倒去，烦恼甲袂困，结果变精神失常，结果一命恶祸哀哉。这啊，就是啊，伊无体会世间因果的道理啊，应该呢爱体会因果的道理啊。安尼钱互人借去，钱互人拼去，哦，钱互人抢去，咱呢对当态定不动。来咱中国翻译经典的头一位法师就是安世国法师。这个安世国法师到伊来咱中国翻译经典已经是第3遍来咱中国。第1遍、第2遍啦，拢总都是来行命节。安世国法师呢，过去也是一个高僧啊，以后呢，才做这个安世国的太子哦，所以咪叫做讲安世国。在过去2遍啊，做这个高僧啊。伊用过自己的他心通智哦，宿命智，就讲宿命神通等等来去甲伊观察。再讲伊的命就伫咱中国，所以啊，就来咱中国来行命节。伊头一遍来咱中国的时阵，一个人莫名其妙看到伊即马刀啊都甲扑落，因为迄是无人看的所在咯。结果呢，伊就死伫遐，死伫遐呢，等于白白死去了。安尼，伊的身魂呢？哦，伊的八识搁再转去，转去了，搁再投胎又是搁来，搁来的时阵呢，迄边啊欠迄个命节呢，是在都市中。就是讲，一个人呢，伊打茶，呀，迄个冰打呢，打一个啊，迄个锁啊转去，迄个冰打海对后边啊，将人甲扑一个，将扑死去了。安尼搁转去，第3遍来接住这个安世国法师，那这呢就是有负迄个命节。伫遮慧能大师讲，我甲你行抢啊，过去啊有欠你的钱，所以我现做是要还你的钱。但是我呢无欠你的命者，所以应该呢毋免还你的命。一边讲行抢敬父救义封锁，求爱悔过这关出家。迄当阵即个行抢啊，敬父，敬就是讲惊，即个父就是讲倒落去，惊一个呢，才是将它昏倒去。昏倒了，救义封锁，倒去昏去真久了呢，才搁再醒起来。哦，这个锁就是讲昏落去，不省人事了呢，搁再醒起来了。哦，叫做讲锁起来了呢，就求哀悔过，就是向慧能大师来哀求啊，来忏悔，忏悔伊的过失，即愿出家。伊呢就希望要来出家。伫这个所在，伊的求哀悔过，即愿出家啊，应该呢是有2种的理由。第一种理由呢，就是讲
伊举迄个刀遐尼才来，对六祖慧能大师阿妈棍安尼甲他扑杀的，结果呢，六祖慧能大师的阿妈棍是赔咯。这个肉体啊，一点仔囝都无去有损伤，那这一定毋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所以呢，伊呢心肝非常的着惊啦。讲今仔日扑到的啊，毋是普通人啦。哦，若是普通人，阿妈佫扑的呢，一定练的涂骹咯。要所扑的扑三个未练涂骹，伊当然惊一条啦。第二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伊要来家扑的时阵，伊无家抵抗，无当紧阿妈棍寸长长来扑。我再家讲啊，我只是欠你的钱啊，无欠你的命。伊拢呢袂家责备讲你为啥要甲扑落去啊？哦，既然你扑无落，即马你就我的咯，就换我扑你啦，啊无我要甲你掠起来，伊根本都无。所以就受到六祖慧能大师伊的人格感化，伊的道德的感化，受感动啦。所以呢，就求爱悔过啊。伊想面讲啊，这佛教是非常了不起，出家人呢实是非常伟大，所以本身呢也要来出家啦。哦，因为伊呢并不是讲本身有甲六祖慧能大师的迄款的因缘，哦，乃是呢受人拜托，伊要来刺杀六祖慧能大师的。哦，伊本身呢甲六祖慧能大师啊，无啥物款的这个真正的因缘伫咧，所以就求爱悔过，即款出家。师虽以金言逆请去，向道场还害你。师就是咧指六祖慧能大师。讲六祖慧能大师，结果呢就互伊钱啦。哦，啊，都甲伊讲啊，咱即句读落来会晓读，若无呢，可能面顶句甲下面句啊，你若读做一堆啦，安尼会去毋对去。哦，师虽以金，甲这是一句言，哦，这是另外一个意思。哦，所以读的时候应该爱读师虽以金言。哦，你若讲读书虽以金言，大害啊！这个金言呢，也变成啊是一个名词。哦，金言就是讲你这句话啊，是真好的话，真有价值的话。人讲啊，你好金言，哦，就是讲你讲一句好的话，互我会当好得到吉祥，互我当得到福气。哦，这个就讲金言。但是只毋通将金甲言联合起来讲。哦，那金甲言联合起来讲呢，变成讲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一句吉祥的话，毋是这个意思。哦，乃是师虽以金，一只言，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本来呢，伊就放10两金伫遐咯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将这个金啊来摕回，将钱摕回意思啦。哦，因为慧能大师讲了啦，讲我真生呢只有欠你的钱啊。那既然欠你的钱，我今日我钱还你咯。哦，我是应该还你，就该讲你请去，讲你暂且呢离开啦。为什么呢？向道场还害你，讲强行的这个道场啊，翻头呢倒转来会来害你。为什么会来害你呢？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个人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高僧无对。不过呢，在六祖门下的这弟子啊，并不一定个个拢甲六祖慧能大师同款，也就是讲，并唔是每一个人啊，拢参像六祖慧能大师的这款的高德，这款的心量。所以一旦呢，互因这人知讲哇，兴冲原来就是要来杀死六祖慧能大师，要拿呢现就是事件来出家来讲啊。因这人一定袂放心，一定袂放下。袂放心就是讲，嘿，伊喙是讲，伊要来悔过出家，但是真啊假啊？咱毋当祖师有一工课叫害死咧。哦，这就是袂放心啦。袂放下就是讲，哎好，这人真苦，伊也敢要来刺杀阮师父，也哪呢无互伊死开杀哩啊？哦，所以呢，强行这个道场啊，在迄个中间来去害着。你看咱六祖慧能大师偌自卑啊！哦，强行呢。伊内底道场会去害着这个行抢，才甲伊讲你暂时啊离开。哦，你要出家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啦。强行人害你呢，所以希望你呢暂时爱离开这个所在。那离开了要安怎呢？讲你可他日依行而来，误当接受。哦，这应当读逆行而来。讲你啊，会使你他日就是讲灵日啦。
这个易就是讲改变的意思。就是讲你改变你的这个形貌要来。你现在是这个形貌咯。你出去了后，你要搁倒转来，你搁改变一个头面来。那伊咱现在是讲起来就是讲化妆啦。经过化妆，经过变装过，你才搁来。五动摄受，讲到迄个时阵呢，我会来甲你摄受。那这个摄受就是摄取，就是以慈悲心来摄取众生。搁讲较简单的话，就是讲会甲你度的意思。在《信万经》有一个讲做愿佛常摄受，在《华严经》也讲做普能摄受一切众生。所以摄受就是度化的意思。讲你另外一天，你才搁再改装来，也迄当阵我绝对来度你。你毋免惊，我袂甲你收。一边讲行枪秉志消顿，后斗争出家。机界精进，那这个行枪呢？秉志这个秉就是讲秉守，志就是讲意志。意思是讲，这个行枪呢，听到六祖慧能大师安尼讲伊就接受伊一句话啦，就消顿。这个消就是讲宵夜因为伊是夜无来嘛，夜无来要来行取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伫迄个所在，伊也无惊吓。伊也无互任何人知，伊本身呢就真正安然自在来处理这项代志。伊就法度互这个行枪呢安安然然离开迄个所在。所以这个行枪秉志了呢，就在迄暗呢就走出去了，就离开了。安尼个就讲做小顿。后斗争出家，这个后就是讲以后，呢，伊就去找一个出家人，这个斗，这个斗就是讲礼拜意思，去亲近依靠意思，就是讲去拜一个师傅，去依靠一个师傅来去出家了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甲讲过嘛，讲你即摆若伫遮呢，恐惊内底人会害你，所以你赶紧离开，你毋通多食。所以伊就另外呢去拜一个师傅来去出家修行，机界精进。这个机界精进就是讲，结果呢，伊就记住了戒行。记住戒行了后呢，就用功精进。那伫遮所讲这个机界那是讲约记住戒讲起来呢，就是比丘受了250条戒。这个250条戒就是机界。所以要这个意思讲起来，这个行枪出家了后呢，伊就去受了250条的比丘戒法。受戒了后呢，就真正认真用功修行。这个精进就是真殷勤的意思啦，会当好真勇猛来修善法，来断除恶法。这名叫做讲精进。在诸因上生经说。讲这个精呢，就是精顺。为什么叫做讲精顺呢？叫做无恶杂无一点囝迄个罪恶掺杂在内底，叫做讲精顺。这个进名叫做讲诚进，这个诚进就是讲做无害怠。在华严经的大疏安尼讲这个精进练心依法呢，名叫做讲精。就是讲你这个心去修炼法门，叫做讲精。也这个精心无胆呢，名叫做讲进。就是讲你这个心呢，统一起来，希望会当达成到迄个目的，就是讲你向前一直直个进，这名叫做讲进。这个精进乃是在小乘75法中的大善地法之一。咱伫咧学佛修行人这个精进也是非常重要。即嘛，这就是讲，这位行枪离开了做慧能大师了，找一个师傅，伊就去出家修行，去受其足戒，真正认真来用功。最轻先听讲，就请咱各位暂断1分钟，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